係1609號殷敏芳。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各位評審大家好，我係殷敏芳 Jenny， 嚟自澳門嘅。我今日想唱嘅歌，我都覺得係好代表到我今日呢一個咁難忘同埋咁夢幻嘅經歷，送俾大家娛樂人生。作加班，每餐到家無味的黑冷飯，自製經典的晚餐，放鬆已不再簡單，腦海裏抑壓從未知煩。人生是娛樂，如不需要擔憂，終生吃喝，這一句神別就成了，對麼？不需再什麼想到就去做，不管對錯，一生已經不多，只怕沒有錯過。出去貪玩，太奢侈的娛樂未減高頻，負起終生的賬單，也想過一去不返，放低重擔前行別轉彎。人生是娛樂，如將所有擔憂都給看破，豈不真的是這生為我，不需再如果假設什麼想到就去做，不管對錯，一生已經不多，不想再虛耗更多，只想再如初，不怕什麼，這世不要再白過，人生總需跌過，才知想要什麼。Thank you， 哇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網民話高質啊，靚聲。好，泳兒老師咧就想俾啲評語嘅。本身我好中意呢隻歌嘅，咁我覺得你嘅聲音咧其實完全係可以駕馭得到嘅。雖然有少少沙石啦，即係有啲真假音，但係其實我相信你可能緊張啫，所以有啲沙石。不過我覺得有一樣嘢你要留意，就係因為呢隻歌咧其實都比較 upbeat 少少啦，所以你嘅台風嗰度可能要 improve。因為我覺得聲音有聲音，跟住你好似係唔係好似唱緊慢歌咁，我覺得你個肢體動作，所以如果你可以喐多少少，或者你會輕鬆啲。因為我淨係睇到你隻腳喺度打拍子，係啦，係啊，我知啊，係啊，所以可能喺屋企練嘅時候咧，都要即係 relax 啲，即係喐下個身體，或者叫一班朋友睇住你，等你可以 overcome 嗰個恐懼，咁你就可以喐得輕鬆啲，跟住隻歌又可以人歌合一啲啊。好，多謝。咦，我見阿公都係想俾啲評語噃，有請。你想聽我寫咗啲乜啊？想。恕我直言係4個字，木獨得滯。但係你嘅聲線好好，聲線 projection 好好。同埋我見到你間時都會望下地下嗰啲緊張啦。呢隻歌好需要外放嘅力量出嚟，你啱啱冇外放到，但係你好平穩啦，該準嘅音你準，該講嘅嘢你講到晒，係爭咗嗰個態度啫。即係頭先阿泳兒老師講過係啱，我諗你要多啲揾多啲人聽你唱歌，你要習慣喺人面前唱歌，你要多啲自信，其實好好，好嘛？多謝你，加油啊！加油啊 ！Thank you。既然評審們都咁中意你，下次放啲啊，加油，好冇？希望之後可以見到你。多謝各位。Thank you。小紅書